來繼續來看這件，有一間製造生產貴金屬大廠的董事長，24號方發現死佇個屏東枋寮的厝內。講這件命案有袂少的疑點，因為徛假保全的系統真完善，也閣有紅外線的感應，但是關鍵時刻監視器竟然壞去，種種的巧合，袂輸有經過精心的測繪共款。啊，講無排除這個兇手已經逃走出境。台灣唯一生產重污酸案，這個貴金屬剛稱為姓黃的董事長態死。今日佇今日早起來到屏東的殯儀館要來驗屍，面對鏡頭攏無回應。隨後檢察官也告慰，最後的這個通話是留在12個小時前，那有查出跟誰來通話嗎？人雄雄失去聯絡，隨後頂禮拜5的阿嬤，方發現屍佇厝內，雙手方綁起來，頭殼有互假死攻擊的痕跡。施工1樓雖然有保全公司紅外線感應，要監視器所攏無啥路用，也增加檢警的偵辦難度。還在偵查中，到時候有相關的結果，那個發言人會再對外說明。姓黃的董事死超過12點鐘，警方也對伊的手機啊查出所謂雲端甲手機啊通聯的記錄，攏停佇咧12點鐘前，也就是頂禮拜5早起。這個案件背後有真強的操作痕跡，兇手真有可能已經趁這段時間潛逃出境。袂啦，迄無執啦，迄攏會家己單號在出入爾，無咧，無什麼發生什麼可疑的咯。姓黃的董事在世時家己大，對於死亡的時間、通聯記錄、到保全系統、監視器攏失效去，每一個環節攏有未少疑點。這擺檢警敢來當慢過秋田，一項一項調查。